糊涂豆的朋友，咱若是拄到人生的紧绷的时阵，要安怎咧？要放弃吧？当然袂用啊！所以咱今来欢迎咱今日的教练宇少。大家好，我是宇少。今日吼，咱足荣幸的，因为咱邀请到一个足特别的来宾，这都是头拄影片内底吼，迄个挑战家己的极限，挑战家己紧绷的铁人阿公谷歌。大家好，我是谷振翔，大家拢叫我谷歌啊。哦，嘿，宇少你知无？顶个月啊，我对谷歌吼本地就是要出去佚佗的，结果毋是，咱去倒位，咱去台东，去参加迄个三铁。三铁，系啊系啊，就叫做 Challenge 台湾啊，对啊，吼，迄真正吼足硬斗的，嘿，收水啦，啊，过来是啥？骑车，骑铁马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走马咯，走路就对啊。阮定定吼，迄个念机安尼翕，想讲，谷歌人咧，哦，一阵风都无去安尼，有够厉害啦。但是我知影吼，谷歌会遮尔厉害，是毋是其实平常时都有在练啊？所以这运动平常时一定爱有练，因为咱的肌肉是有记忆的啦。哦，会记条条的。无规律的运动的时，迄度爽去啊，是，就要打回原点，哎，对啦，拢计走的。所以吼，今仔日为着要互咱即个时段吼，伫厝诶慢慢练筋吧，慢慢像咱谷歌安尼遮尔健康。宇少教练，咱今日是毋是有几步要来教大家？4步，新4步，好，先4步，好啊，看咱的情形，咱再过来加强安尼。好，啊无咱就开始好不好？来，谷歌请，教练请。第一动作。棒式哦，等者大家先趴在瑜伽垫上面哦，啊手肘伫咧你的肩膀下骹，啊你的骹爱头在哦，啊我们即马先把你的骨盆压起来，好，来压关哦，啊重点是讲你的身躯呈现一直线，啊即马5秒来数出来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豆豆啃落来，是安怎要甲算出来？哦。生出来时阵是讲避免大家会紧开啦，有当时阵大概出来会紧开，啊紧开是无好的。好，安尼咱讲一道来，1、2、3，来压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大家看到。咱先停伫个遮好不？好，来，搁压起来。我要借问一下，我的尻川会骨盘爱偌悬？哦。啊，上重要时阵是呈现一直线哦，安尼伤关嘛袂用，伤关袂使，哦，伤低嘛袂用对，伤低通常是你的腰会伸。哦，大家去看谷歌甲教练。对，哦，谷歌，袂歹。好，过来。好，来先啃落来。好，先看我，听我讲吼。等者第二个动作是棒式抬腿。是。哦，啊，阮讲的动作，等者先把骨盆压起来，哦，紧起来。对，紧起来。啊，即马把你的正脚夹好悬，哦。来1，好，换你倒脚，2、3，好，上尾一个4，好，豆豆啃落来。啊，这动作哦，上重点是脚袂使压伤关。哦，了解。对。好，咱搁做一道哈，来1、2、3，来压起来，好，来正脚先1，哦，换倒脚2、3，好，上尾一个4，好，豆豆啃落来。会使吼，收听。OK，都来后一个动作。好，后一个动作是侧棒式。好，啊，阮即马用你的正手，我的倒手，伸伫你的边啊吼，啊，你的另外一只手放伫你的骨盆上面，啊，两只脚穿好直。好，好，即马共款，把你的骨盆夹好悬。会，紧起来。5秒，来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豆豆啃落来。这是免互咱的腰骨较有力，对，会使阮侧腰，啊，个核心动会较有力。好，迄是练人鱼线的。哦，了解，好。啊，是毋是有一个加强的动作？对，好，啊，等者同个姿势下，阮即马先把阮们骨盆夹好悬，是，哦，啊，把你的顶关膝骹夹好悬，1、2、会使哦，3、好4。歹势，会使啊，谷歌会用的，我真正袂用，是毋是有改良的哈？有改良的，较简单的。来，等者把你下骹迄只骹弯翘起来，好，啊，正骹共顶关迄骹共款穿好直，好，啊，共款把你的骹身位夹起来，
啊，即马甲你顶关去卡交关，啊，来3个1、2、 3，好，这真正有改良较会用的。对，对啊，所以讲吼，时段若要做这个动作，一定爱看家己的力量到对，吼，免勉强的，啊，无会受伤。对对对。好，啊，过来。上尾一个，阮徛起来。好，来。我感觉今仔日真正袂歹。第5个吼是反向侧弓步，啊，阮即马身躯先向头前弯翘一个，吼，啊，两只手放伫倒骹脚头夫顶悬，对，啊，即马家己的正脚阮正边点地一个，1，吼3个2，好，上尾一个3，好，啊，搁转来，豆豆徛起来。哦，搁一道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同齐1、2、3，来。来，哦，来1、2，好，上尾一个3，好，来，豆豆徛起来。哦，我第一回感觉我今仔日是来练身体，啊，恁两个来陪我的，真正无简单，无简单，但是运动就是安尼，你爱愈练的愈好，对无？对无？吼，袂个平淡。对啊，袂平淡。你若家一个人练，定拢平淡。就是爱招，大家爱互相招，好啊。乌空。好，大家爱加运动哦。咱先来啉水，来啉水，好。